不要动，马上就好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倒是日轩你，身体受得了吗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又给我换血，可以承受住吗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日轩，对不起。傻瓜，我才不让别人为你换血呢。这是小师妹这次替换下来的血。好，我找个地方处理它。小二，拜托你了，小师妹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容易。她最近如何？她的血已经快换干净了，只是红颜的诅咒，还是需要她自己去克服。小师妹慢慢好了，不知道姐姐现在在哪里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苏冉冉，你的末日到了。我明白你的计划了，希望这次能够了结我与他的恩怨。只有了结了，京城才能彻底恢复太平。那冉冉呢？我不能再把他牵扯进来了。你确定叶青天会过来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会来吧。考虑到叶青天会摄魂，我就没有派太多人过来，免得节外生枝。以我们3个人的武功，应该可以应付叶青天。月影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月影，我一直很后悔，上次把你牵扯进来。他要找的人是我，而且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身陷危险之中啊！月影，我不管，你在哪儿，我就要在哪儿。或许让冉冉待在我们3个中间，才最安全。我一定要待在你们身边。我只想好好保护你。我也想保护你啊。
时辰都已经到了，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他来了。月影，月影，月影，你怎么了？月影，月雪，这铃声好刺耳，好痛好痛！月影，月影，好痛！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这铃声在我们听着很正常，莫非是针对冉冉？他有备而来，是冲着小师妹来的。叶青天，你给我出来！有本事你们出来找我啊！秦朗，你来照顾月影。冉冉，好痛！冉冉，冉冉。冉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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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调虎离山。冉冉，放开他！叶青天，金老师，我冉冉，醒醒，冉冉，冉冉。
日轩，你不许伤害他。日轩，你听我说，日轩，日轩，快杀了他！他刚才差点杀了我。不，我不是叶晴天。萧师兄，快杀了他呀！束手就擒吧，叶青天。日轩，照顾好师妹。月影，日轩，你怎么样？我还好。大人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吩咐下去，召集所有人，捉拿叶青天。是。站住！那边！站住！快追！怎么了娘？冉冉呢？您忘了吗？他今天不是要和娄轩、萧沐尘聚一聚吗？不对，我总觉得有事。你们看，佛珠断了，不是个好兆头。你们快去看看冉冉是不是出事了。好，娘您放心，我们这就去。好。别跑！站住！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去那边看看。走。日轩，二师兄，日轩，我好冷，抱紧我。马上就到了。这次一定要找到叶青天，然后当场杀了他。萧沐尘跟秦朗已经去找他了，放心吧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受了什么伤啊？娄轩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要是这样，我坚决不让妹妹嫁给你。行了，人都回来了，你们没有去吃饭，你骗了我们。此事以后再说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既然妹妹没事，赶紧进去吧。走吧。
难道我真的变成了他？我是不是不能再回苏府？不能再见爹娘，还有哥哥们了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二师兄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叶青天，我是冉冉的。刚刚是叶青天，把他的身体和我的互换了。我曾经为了姚斌放过你一次，看来真是大错特错。我真是冉冉的二师兄。你不必再耍什么花招了。我没有二师兄。你一直没有告诉我，你从逸仙谷回来不见我的原因。你说你有错，可你究竟错在哪里？月影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找萧慕尘。日轩，你别走，好好陪陪我。好，我不走。原来你就是这么宠爱他的。他笑你笑，他哭你心疼，他需要你陪，你一定会留下。这种感觉真温暖。可是日轩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点点呢？二师兄，你下次不要这么吓人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早点认出来我，就早点告诉我。你一会儿追杀，一会儿保护我，我小心脏可受不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世上什么事最可怕？什么？不是被逝水红颜追，也不是被叶青天追，是被二师兄你追啊！那种大杀四方的气势，简直了！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叶青天没有你那么多话。是吗？哦，好吧。你怎么了？是叶青天体内的两股内力所致。我给你输些真气，来压制住两股内力。转过来。
好点了吗？嗯。叶青天为了练功，将净慈道长的内力全部吸走，而净慈道长的道家正宗内功，与逝水红颜的法门相克，叶青天无法驾驭他们，于是他每天吸食人血，来保住性命。其实，他也挺可怜的。必须将你们俩尽快换回来。你先休息吧，天一亮我就送你回去。嗯。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。青丝鬓染白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成孤寒。当桃花已乱，或摇花已乱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山梦。